执法证，我警察的话这是执法证啊。好。现在收起来，我带你去你们公司去吧，劳公司的。写好点。这执法证要出示一下，因为你们上路执法，我们骑摩托车是该怎么罚怎么罚。哎，看好没有？不要动我！我动你怎么了？你那是工作证。来，号是多少？我现在去打到给公司里。号是多少？我看你是一些吃多了是不是？我什么吃多？我正常录像嘛。我是正常公民嘛。我警察在家里看到没有？我合法公民嘛。我怎么了？警察的话，只要着制服。就可以了，还什么执法证呢？谁叫你的？合法公民要求您出示执法证的时候，您需要出示执法证。无理要求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合法，懂吗？不合法，要你打举报就完了啊。好，可以。你无理要求，你现在可以，我不要无理要求。证件的话，我要求你出示执法证。我穿了制服，就是警察了。你觉得警察是假的，你可打要你举报啊？你这个是不合理要求。我对着监控讲啊。对。公安法律规定的，警察。着制服，守制服呢？看到没有？我这是吃制服吗？你的号牌呢？你工作号呢？你的号呢？没有这个要求。这位警察好像也没有号码啊？我没有号码。不要动！你不懂吧？你执什么法？我就是退后，你挑衅的话，你不懂吧？你执什么法？你不懂吧？你执什么？工号牌你都不带，你执什么法？你是人民警察。对。你懂吧？你是执法人员，你不懂吧？我告你什么？我告你什么了？你不懂吧？你执什么法？啊？你不懂吧？你执什么法？没少年，我是在警告你，你在挑衅带走。我没挑衅。挑衅谁？那是各位。都在录像，那这位大哥也在录像，都在录像。你们的警号拿出来呀！你在这罚款罚那么多款，我知道你罚款是公司的还是自己私人的。下面到了，带走口罩到了，免他证件了吗？我已经喊了，我喊警察过来了，我喊110过来了，等着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你在挑衅警察。我没有挑衅警察。我看你们吃多了。我没有挑衅啊！你们抢我手机那分钟，我全部录下来了。凭什么抢我手机？你都人钱了。哎，真是的。执法人员懂不懂法？不懂法执什么法？你大脑有问题是不是？我什么叫大脑有问题？你是看的法律，警察做制服就可以执法了。你觉得？我就告诉你，合法公民要求你出示证件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出示证件。谁说的？我说的合法公民，条例说的。你大脑有问题，这个说了。什么？我大脑有问题？谁大脑有问题？做制服。就可以执法了，你觉得就制服谁都买得到，我就告诉你，制服谁都买得到。要求你们那警察挑衅了，他跑到这过来，全部带走。我看他们挑衅的这个多了，随时闯灯了，我看他们找玩我。你记好了，1米以外啊，录像，否则我控制了啊。对，1米以外对，这倒事实。乱去挑衅，就是着制服，法律规定的，你还想给我挑衅？那我就录像，为什么不能用手机？要录像1米以外，随便你怎么录，明白了吧？没事，我刚录的1米以外的有记录，内存多。给你老你看了，你告诉我。别把你的头像蒙着。我看你个。别把你的头像蒙着。你就到了，我号牌都没有，你出来执什么法？你自己不学法律，还是挑衅警察？我挑衅什么？我挑衅警察。我录着像，我不要证明挑衅警察。我怕你是不是？我也不怕你。正大光明执法。